你睇我今日見到乜嘢？好靚啊！一種行蹤好隱蔽嘅冇毒蛇，而且咧，我相信喺廣東省冇咩幾個人見過佢嘅。我喺廣東省野外見過佢嘅人係唔超過5個㗎。眾所周知，喺我哋粵北山區棲息住唔少國家重點保護嘅珍稀蛇類，例如大家比較熟悉嘅網山魚麻頭蝠，同埋行蹤隱蔽嘅角魚麻頭蝠，同埋白頭灰，同埋體型最大嘅毒蛇眼鏡王蛇等等。但係咧，今日我哋發現咗一種喺廣東野外見過佢嘅人係唔超過5個嘅，呢種係咩蛇咧？係一種好靚而且行蹤更加隱蔽嘅冇毒蛇。嗱，就係佢啦！哇，走啦！方花麗斑蛇，一種非常之顏色非常之鮮豔嘅，而且行蹤非常之神秘嘅冇毒蛇。點解佢方花麗斑蛇咧？你睇到未？佢個背脊有紅色嘅四方形嘅斑，佢體側有類似圓形嘅斑。哇！佢當遇到敵人嘅時候，佢條尾巴佢捲起身，高高咁抬起。佢嚟攞啲咩？佢嚟喺度迷惑佢嘅敵人，保護佢嘅頭部。呢一種蛇咧，白天同夜間都會活動嘅，而且行蹤非常之詭異。我哋睇下佢頭部，佢頭部嘅吻輪係非常之大。好多頭部吻輪比較大嘅蛇類咧，例如玉斑錦蛇同埋小頭蛇嗰類，佢都係中意捐一啲落葉底啦。佢會喺啲落葉底邊埋伏起身，或者尋找佢嘅食物，所以好難到見得到佢。佢曾經被歸類到小頭蛇屬，曾經叫做方花小頭蛇。其實喺我哋全國咧分佈嘅範圍，其實主要係喺華南地區，比如福建、廣西、重慶同埋四川、雲南都有佢分佈，但係有記錄嘅標本同個體係非常之有限。資料記載呢一種蛇，佢主要分佈喺一啲中高海拔嘅山區，比較陰涼嘅一啲生境入邊啦。佢主要食物係老鼠啊，同埋一啲小型嘅蜥蜴。佢有典型嘅中國錦蛇類嘅特徵，就係鮮豔嘅顏色。因為我哋中國好多錦蛇類嘅顏色咧係非常之鮮豔嘅，例如玉斑錦蛇啊、橫斑錦蛇啊、黑眉錦蛇嗰類。其實我哋睇到佢係一種非常之溫順嘅一種冇毒蛇嚟嘅，但係佢顏色比較鮮豔，可能會好多山民啊見到佢顏色咁鮮豔，就以為佢係毒蛇啦，甚至將佢打死。其實方花麗斑蛇，我哋喺2016年喺野外調查嘅時候，係發現咗一條路殺嘅標本嘅，係俾車壓死咗嘅。之後就再都冇發現過啦喺廣東。今次係算係第2次發現佢啦，而且係一條活體，並唔係一條屍體。非常之高興，非常之幸運，終於喺野外見到方花麗斑蛇。好啦，由佢走啦。